到底自身係一世捱苦嘅寒酸格局，抑或暗藏後發有為嘅富貴底子？平日只係憑衣着打扮、手頭暫時有冇積蓄去判斷人嘅命數，見人一時風光就認定天生好命，見人一時拮據就斷言一輩子窮，卻唔曉得衣裳銀兩隨時可以喜樂偽裝，唯獨臉上五官骨相長年養成嘅神氣氣息，係幾十年心性福緣慢慢積澱出嚟嘅印記，半分都作假唔到。民間流傳千年嘅商學講，面為命運鏡，五官藏一生貧富榮枯。唔單止睇單一部位生得好定壞，仲要將成塊面嘅6處核心重點一齊參照對照，先分得清到底係先天容易漏財、招小人、凡事阻滯嘅寒酸格局，抑或能夠聚財納貴、晚年口福嘅富貴基底。就算先天面相略有不足，亦唔代表一輩子無翻身機會。懂得透過修心養氣，調整日常言行去改變面上氣息，神韻一樣能夠慢慢逆轉先天格局，脫離長年捱苦嘅寒酸厄運，一步步行入財祿穩定、人緣順遂嘅富貴運途。我研習本土商學義理復原幾十年，走勻港島西環舊唐樓、九龍深水埗觀塘各區公屋、元朗屯門鄉村同各區商鋪寫字樓，每日無數打工一族、開鋪老闆、中年長者上門同我傾訴，明明捱足幾十年，手頭永遠存唔到錢，身邊小人接連不斷，想做嘅計劃次次半路生變，明明睇落五官唔算醜，偏偏運氣永遠追唔上旁人。細細拆解落，十有八九都係臉上6處核心面相，重點透出寒酸敗氣。亦有好多人年青時捱盡貧苦，臉上局部部位先天偏弱，後來修心積善，行事穩重，氣息逐年轉潤，慢慢調出富貴格局，逆轉從前窮困命途。今日唔講晦澀難明嘅麻衣古文，繁雜術數口訣，唔推銷任何開光食品、調運法器，淨係憑住幾十年落區接觸過萬香港各行各業男女老少真實面相個案累積嘅心得，順住茶樓同老友記閒聊解說嘅自然節奏，由相由心生，臉部6處重點分判貧富格局嘅底蘊講起，順住每處面相部位分開拆解。寒酸敗氣同富貴吉相兩種對照特徵，每一段道理都搭配本地普通人親身經歷印證，分清獨居、已婚3代同住、從商開鋪、基層打工唔同生活狀態，臉上寒酸氣息帶來嘅漏財招小人輕重差異，跟住延伸分享後天修氣改面相、逆轉寒酸格局全套日常守則，以及長年面上敗氣纏身、運勢持續低迷之人簡單易執行嘅正氣調養步驟，全程唔分任何數字編號，唔設分段小標題，單純靠口播語氣快慢起伏，自然銜接推進，句句地道港式粵語用詞，完全貼合香港人返工捱世、經營鋪頭、街市、飲茶交際、居家儲蓄理財嘅日常場景。聽完之後，即刻對住鏡頭細細觀察自己塊面6處核心重點，及早辨清自身先天格局。若帶寒酸敗氣，就及時收心調氣，唔好任由命運一路向下沉淪。調出富貴祥和，面相氣穩，從此聚財納貴，諸事順遂。好多街坊從細到大聽長輩講商，淨係單獨拎鼻眼眉其中一處出來判斷好壞，忽略咗成塊面係一體相連，6處核心部位互相牽連，磁場單一部位生得再好，若其他幾處透出敗氣，一樣會變成有財守唔住、有貴留唔低嘅假富貴格局。反之，就算個別部位先天略有缺陷，其餘多處生得圓潤藏氣，再加上後天氣息潤澤，一樣能夠後發翻身，脫離寒酸厄運。西環曾經有一位54歲做進出口批發嘅男士，單獨睇鼻梁挺直、鼻頭有肉，單論財帛宮屬於上等吉相。本以為天生發大財格局，
可惜其餘幾處面相重點全部帶寒酸敗氣。30幾歲開鋪初期賺過幾筆可觀利潤，奈何賺多少散多少，身邊小人不斷從中作梗，合作伙伴臨時變卦，親友無底線借錢投資踩圈套，種種破財事接踵而來。捱到50幾歲依舊無穩定積蓄，鋪頭隨時面臨周轉危機。後來同我坐低細細拆解成塊面6處重點，先發覺好多自身從未留意嘅敗氣特徵。跟從全套收氣改傷守則，堅持2年，每日調整心性言行，臉上暗沉敗氣逐年消退，各處部位氣息轉為溫潤透亮，鋪頭慢慢穩定客源，每月順利能夠完整存入定期，再無端大破財小人阻滯。與之對比，屯門一位62歲獨居士多婆婆，年輕時五官多處先天偏弱，早年丈夫離世，獨自撫養仔女，捱足幾十年清貧日子。後來一生心善少計較，從唔背後講人是非，日日積微小善舉。步入60歲之後，臉上氣息逐年圓潤，6處核心重點慢慢透出祥和富貴氣，士多客源穩定。仔女孝順，時常返屋企探望，每月閒錢足夠周圍短途遊玩，遇事總有街坊熟客主動出手扶持。兩者最大分野，從唔係單一五官長相，而係6處面相，重點整體格局同長年積澱嘅氣息，足見想準確分判係寒酸抑或富貴命，一定要將成塊面6處核心重點一齊參照。唔好單憑單一部位輕易下定論，更加唔好忽略後天氣息能夠逆轉先天骨相缺陷嘅關鍵道理。先講最靠前，掌管早年運勢同一生眼界格局嘅額頭，亦即民間商學所講嘅天庭。呢處係6個面相重點入面最先入眼嘅位置，先天格局好壞一眼就能分辨。帶寒酸敗氣嘅額頭，多數呈現低窄、凹陷、雜紋橫含，膚色常年暗沉發灰，甚至額頭正中帶有明顯坑洞、疤痕遮擋氣場。呢一類額頭格局嘅人，自細難得長輩父母助力，讀書階段容易半途受阻，踏入社會之後眼界狹窄，做決定只顧眼前微小利益，睇唔到長遠潛在機遇。但凡遇見看似輕鬆賺快錢嘅機會，總會心動盲目入局，最後多數蝕本收場。遇事容易轉牛角尖，動不動心生怨氣，長年積累，負面情緒又會加重，額頭暗沉灰氣，形成惡性循環。錢財就算暫時到手都留唔低，身邊亦難遇見能夠真心提攜自己嘅貴人，大半人生都會捱住捉襟見肘嘅寒酸日子。反之，暗藏富貴氣運嘅天庭，寬闊圓潤飽滿，膚色長年乾淨透亮，雜紋少，無明顯凹陷疤痕遮擋。就算年歲增長生出淺紋，亦係順順直直嘅細紋，唔會雜亂橫切氣場。呢一種額頭嘅人，天生眼界開闊，遇事懂得三思而後行，唔會貪圖一時短利，盲目冒險。年輕時容易得到長輩前輩扶持，事業起步少走大量彎路，腦袋思維清晰，善於發掘旁人忽略嘅穩定賺錢渠道，貴人緣持續伴隨。就算早年暫時清貧，中年過後亦會逐步積累家底，越老運勢越好。元朗一位63歲建材批發商，年輕時額頭低，雜紋多，30幾歲創業，接連踩入投資圈套，積蓄幾乎蝕清，後來每日刻意調整心態，少抱怨多軟累，遇事唔衝動做決定，堅持幾年落，額頭暗沉，灰氣慢慢散去，膚色轉為潤白，雜紋亦減淡好多。中年之後尋到穩定長期貨源，鋪頭客源逐年增長，每個月能夠穩定劃分大筆安老定期，徹底擺脫從前年年大破財嘅寒酸厄運。足以見得天庭作為第一處面相重點，直接掌管一生眼界，
早年助力同財運根基先天偏弱，亦能透過後天修心調氣，改變氣息，逆轉窮困格局。跟住連接天庭，掌管人際貴人緣嘅雙眉，作為第二處核心面相重點，眉骨、眉形、眉色、疏密四樣細節一齊決定係招貴納福，抑或惹小人散財，透出寒酸敗氣嘅眉相。多數呈現雜亂疏散、斷眉缺毛、眉尾下垂掃眼，或者眉色枯黃發灰、眉骨突兀露骨。呢一類眉相之人，待人處事容易心胸狹窄，見身邊親朋好友發達順遂就心生嫉妒，聚埋一齊飲茶閒聊，總中意背後議論旁人短處，口舌是非日日不斷。身邊交到嘅多數係酒肉損友，有事時無人願意出手扶持，無事時圍埋一齊，消耗自身福氣。做事欠缺恆心毅力，規劃好嘅計劃半途容易放棄，機遇擺到眼前亦揸唔穩，錢財容易因為身邊小人算計，人情無底線借貸持續外泄，一世難有穩定積蓄。反之，富貴吉相嘅雙眉，毛髮順直整齊，疏密適中，眉尾微微輕揚唔下垂，眉色黑潤有光澤，眉骨有肉包裹唔突兀外露。呢一類眉相之人，心底寬厚，少嫉妒，分得清人際邊界，唔會隨意傳揚旁人私事，待人有分寸有底線。身邊圍繞嘅多數係厚道肯扶持自身嘅貴人，做事有堅持有遠見，選定嘅目標會一步一步穩步推進，旁人唔容易從中作梗，截胡自身機遇，人緣磁場祥和。財路跟住貴人機遇源源流入。九龍觀塘一位57歲成衣鋪老闆，40幾歲時雙眉雜亂枯黃，身邊同行日日背後造謠搶單，親友動不動大額借錢唔歸，鋪頭年年收支勉強平衡，存唔到分毫。後來刻意管住口舌，唔參與是非閒聊，少嫉妒旁人成就，凡事多包容。幾年落眉頭枯敗，氣息慢慢轉潤，眉形亦顯得順整好多。行內小人自動疏遠，外地穩定，大客戶陸續上門合作，鋪頭順利逐年增厚。可見雙眉作為第二處面相重點，直接牽連一生人緣。小人煞同事業恒心，調整心性，管住口舌，就能慢慢改變眉部敗氣，遠離寒酸捱苦格局。再講面相入面專管財富聚散嘅鼻相，亦即第三處核心重點。民間相學自古定論，問富在鼻，成世有冇積蓄，賺到錢守唔守得住，全數寫係鼻相，透出寒酸敗氣嘅鼻相，多數山根塌陷，鼻梁彎曲歪斜，鼻尖尖削無肉，鼻翼收窄如指，抑或鼻孔朝天，常年外露，藏唔住氣。呢一類鼻相之人，先天財富氣場破損，就算短期有穩定收入，亦總會冒出各種無端開支，掏空積蓄，消費容易毫無節制，見到打折高回報誘惑就難以自控，容易踩入詐騙投機圈套。待人處事心底貪念偏重，有機會佔人少少便宜就唔肯放過，身邊人慢慢疏遠，貴人緣斷絕。做生意嘅人容易被合作伙伴欺瞞，打工一族月人工到手就各種人情，突發消費耗散，一輩子難有厚實家底。反之，富貴吉相嘅鼻相，山根平穩飽滿，鼻梁挺直唔歪斜，圓潤有厚肉包裹，兩邊鼻翼豐厚收斂，鼻孔唔外露散氣。呢一類鼻相之人，財富密不透風，善於規劃收支，唔貪圖不義之財，高風險投機，賺到嘅銀兩懂得合理儲蓄，待人厚道，唔計較微小得失，身邊容易遇見，願意分享資源，長期合作嘅貴人。做生意客源穩定，貨款易收回。打工一族每月能夠穩定劃分定期存款，歲數越大財富越厚。深水埗一位56歲獨居女士，早年鼻尖尖削，
避役偏窄，每個月人工到手唔夠月底使，一聽見高回報理財就心動投入，前後蝕損10幾萬積蓄，後來刻意克制貪念，遠離各種暴富誘惑，每個月強制儲蓄，唔貪旁人分毫好處，幾年落鼻上暗沉尖削敗氣，慢慢剃去，鼻頭顯得圓潤有光澤，從未再遇見大破財詐騙，每年都能夠累積一筆可觀安老資金，足以證明鼻相作為第三處面相。重點係判斷寒酸抑或富貴命最直觀嘅標準，收斂貪念，規劃收支，就能修補財富敗氣，慢慢積累屬於自己嘅穩定財路。跟住掌管一生人緣口碑、晚年福分嘅雙權。第四處核心面相重點，好多人睇面相只忽略顴骨，卻唔曉得顴骨藏住自身掌事能力，旁人對自己嘅信任程度，透出寒酸敗氣嘅顴相。多數顴骨突兀、尖綠、無肉包裹，兩邊高低不平衡，抑或顴位脹滿、雜斑暗沉、橫紋切割氣長。呢一類顴相之人，為人過於強勢鋒利，顴遇事唔懂得退讓包容，習慣事事爭輸贏，同身邊親朋合作伙伴容易產生爭執矛盾，旁人難以對其生出信任之心。想做管理拓展生意時，難得下屬客戶長期跟隨，遇事少有人願意出面撐場。中年之後容易人緣四散，貴人遠走，就算手頭暫時有錢，亦會因為人際糾紛、合作破裂，不斷耗散家底，晚年孤單，少人照料。反之，富貴吉相嘅顴相，顴骨有厚肉緊緊包裹，兩邊高低勻稱平衡，膚色潤淨少，雜斑亂紋。呢一類顴相之人，做事有主見，但唔鋒利逼人，懂得剛柔並濟，待人有擔當有分寸，身邊人願意信任依附，經營生意能夠留住長期客戶同員工，職場容易得到上級提拔，下屬扶持，遇見困難總有人願意出手兜底。中年之後，人緣財運同步抬升，晚年福分綿長。屯門一位59歲建材批發男士，早年顴骨尖露無肉，同行客戶時常發生爭執，好多長期客源陸續流失，生意長年維持微薄利潤。後來學會遇事退讓包容，唔處處爭輸贏，凡事多顧及旁人感受。幾年落顴位尖銳敗氣消散，長期熟客重新回流，仲引來多個外地穩定大客戶，鋪頭盈利逐年穩步上漲。可見雙顴作為第四處面相重點，直接決定一生人緣長事運勢。收斂鋒利脾氣，待人多一份包容，就能調和顴部敗氣，遠離人緣散盡嘅寒酸厄運。再講掌管內心城府、晚年聚財能力嘅人中同嘴部，合併作為第五處面相重點。人中反映自身福壽同思慮深淺，嘴上掌管待人誠信、財氣進出，兩者一齊參照，先分得清格局高低，透出寒酸敗氣嘅格局。人中淺短、狹窄、雜紋橫切，嘴部薄唇尖削，嘴角長年向下垂，抑或閒時不自主開口露齒，言而無信。呢一類格局之人，思慮淺薄，做決定唔懂得長遠考量，待人輕易許下，承諾卻難以兌現，旁人慢慢失去信任，交際圈愈來愈窄，閒時總中意抱怨負面，散播是非，口業日日折損自身福祿，錢財容易因為輕易許諾，人情虧損持續流失，晚年儲蓄薄弱，身邊少親人陪伴照料。反之，富貴吉相嘅人中嘴上，人中心腸寬潤，紋路順直，嘴唇厚實勻稱，嘴角微微向上揚，閒時緊閉唔隨意張開，待人眾落守信，許下嘅承諾必定盡力完成，少講負面牢騷，唔背後議論旁人，身邊人長久信任依附，商場職場口碑穩固，穩定財源持續流入，晚年積蓄豐厚，親朋孝順常伴。九龍灣一位71歲獨居女士，
早年人中淺短，嘴角常年下掛。凡事愛抱怨發牢騷，許多承諾隨口講完唔兌現，身邊老友慢慢疏遠，每月人工勉強夠糊口，傳唔到分文。後來學會手落少抱怨，凡事多講正向說話，唔輕易許下做唔到嘅承諾，堅持幾年落人中，氣息轉潤，嘴角亦自然輕輕上揚。遇見舊同事介紹穩定長期兼職，每月多一筆額外閒錢，仔女亦時常帶孫返屋企團聚，可見人中嘴報作為第5處面相重點，牽連一生誠信口碑同晚年聚財福分。管住口舌，信守承諾，就能消除嘴報人中敗氣，慢慢積累厚實晚福。最後第6處核心面相重點係掌管一生福緣、後天貴人助力嘅雙耳。民間商學講耳為財，聽納福之氣，耳相好壞決定自身能否聽取良言，承接旁人善意扶持，透出寒酸敗氣嘅異象。耳朵短小單薄，耳垂尖削無肉，耳色暗沉發灰，貼頭太緊唔舒展，抑或耳輪破損雜紋滿布，呢一類耳相之人聽唔入旁人勸告，執念心重，認死理。身邊貴人提出嘅穩妥建議一律拒絕，偏偏聽信小人煽動之言，容易踩入各種破財圈套，心胸偏執少包容，旁人善意扶持亦唔會感恩，福緣持續耗散，一生小貴人出手兜底，凡事只能獨自硬捱。錢財因為聽信錯誤建議不斷蝕損，反之富貴吉相嘅耳相，耳朵厚薄適中，耳垂圓潤飽滿，耳色白潤透粉，微微離頭舒展，耳輪完整，小雜紋破損。呢一類耳相之人，善於聽取良傳勸告，分得清忠言同小人邪灑任演，旁人給予嘅扶持時常記掛感恩，身邊貴人源源不絕，遇見阻滯總會有人提供解決方案，唔容易盲目衝動做決定，財運一路平穩向上。元朗村屋一位64歲退休裝修師傅，年輕時耳朵短小，耳垂尖削，旁人勸佢唔好盲目擴張工程，佢執意聽信同鄉煽動，投入大筆積蓄，最後蝕清。後來學會虛心聽取厚道老友建議，懂得感恩旁人微小幫襯，幾年落耳相暗沉敗氣剃去，耳垂慢慢顯得圓潤有光澤。多年拖欠工程款，陸續主動收回，閒錢足夠周圍短途旅遊，晚年自在無憂，足以證明雙耳作為第6處面相重點，牽連一生。聽言判斷同貴人福緣，放下執念，懂得感恩，納取良言，就能調和耳部敗氣，承接源源不絕嘅貴人財福。呢6處臉上核心重點，看似各自獨立，實則氣場一榮居榮，一損居損。天庭決定眼界根基，雙眉牽連人緣小人，臂相掌管財富聚散，雙權影響長事信任，人中嘴報決定口碑晚福，雙耳承接貴人良言。任何一處長年透出暗沉尖削敗氣，都會牽連其餘5處氣場，跟住下滑。若同時多處帶寒酸特徵，代表先天格局本就容易漏財招禍，運勢長年處於捉襟見肘嘅低迷狀態，就算短期賺到可觀收入，最後亦會各種緣由全數耗散。反之，多處呈現圓潤潔淨吉相，就算個別部位先天略有不足，只要後天氣息長年透亮，一樣能夠穩步積累財祿，貴人常伴，徹底擺脫寒酸命途。我幾十年落區，勘驗無數香港男女老少面相，見過太多人只憑一時手頭有錢、衣着光鮮，就認定自己天生富貴，忽略塊面6處重點透出嘅深層敗氣，等到錢財耗盡、小人纏身、諸事阻滯先醒悟，自身本來係暗藏寒酸格局，白白浪費多年調氣改想逆轉命運嘅機會。亦見大量先天多處面相偏弱、
年輕時捱盡清貧嘅街坊，聽從勸告，日日修心養氣，慢慢調和六處部位，暗沉尖銳敗氣。幾年之後，臉上氣息整體轉潤透亮，人緣財運同步抬升。中年過後逐步實現衣食寬裕，晚年安穩有積蓄。再細細對照唔同生活處境之人，面上寒酸敗氣帶來嘅運勢拖累，亦有天然輕重差別。獨居單身青年，獨居花甲古稀，長者自身氣場單薄，六處重點多處帶敗氣時，漏財小人孤獨阻滯，會同步接踵而來，逆轉難度相對更高。老夫老妻同住，三代同堂，多人口家庭，一人面上寒酸敗氣過重，會牽連全屋氣場，夫妻銀錢冷戰，仔女孫輩事業讀書阻滯一並出現，全家福運同步下滑。名下有多層收租物業，持有長俸保險，家底較厚嘅從商人士，若被微權，多處帶敗氣，極易被貪利小人盤算，一口不慎就釀成大額借貸，合作圈套大破財。僅靠每月固定人工，退休至領長者津貼，無額外租金投資嘅普通打工長者，財富底氣本就薄弱。六處重點暗藏寒酸氣息，零碎人情消費，旁人煽動投機會持續耗散，僅有積蓄，小病小痛就會手足無措。開鋪做地產、貨運批發生意人，每日接觸各式各樣雜氣。若六處核心重點多處敗氣纏身，商場少人造謠，搶單拖欠貨款，厄運接連出現，營業額順利難以完整流傳。唔被各類雜費耗散，唔論邊種年齡、婚姻、經濟狀態，只要塊面六處核心重點長年積澱寒酸敗氣，自身命運必然容易陷入長年捱苦嘅格局。區別只係厄運顯現嘅快慢。年輕人元氣旺盛，敗氣拖累，1至3個月就能感受到明顯阻滯。50歲以上中年古稀長者自身元氣隨年歲衰退，寒酸氣息纏身，2至6個月運勢就會全面走低。千祈唔好仗住眼前一時風光，就忽略臉上暗藏嘅敗氣，及時收心調氣，先能夠逆轉先天格局，走入富貴平順嘅運途。好多街坊聽完六處面相，重點分判寒酸富貴格局嘅道理，對住鏡頭觀察自身塊面，發覺多處部位大尖削、暗沉敗氣，即刻心生沮喪，以為先天面相已定，一輩子都擺脫唔到捱苦寒酸命運。其實相學最核心嘅道理係相由心生，先天骨相只係基礎底色，後天幾十年心性、言行善舉慢慢積澱出嘅氣息，先係真正能夠左右命運嘅關鍵。就算六處重點先天多處偏弱，只要即刻調整自身日常習慣，內心執念，日日修善念氣，臉上暗沉尖銳敗氣會逐年消退，慢慢養出圓潤透亮嘅富貴祥和氣息，徹底逆轉先天寒酸格局。唔需要花高價購買任何開光調運法器，全套改相修氣守則，全部融入香港人日常起居，簡單易執行。首先要收斂內心貪妒親念，少製造旁人成就，唔貪圖不義之財同高風險暴富機會。遇事少發牢騷負面，唔將怨恨執念擺心底，減少內心戾氣滋生，避免天庭權被部位長年暗沉發灰。其次，管住自身口舌邊界，茶樓街坊聚會唔參與是非閒聊，唔隨意輕易許下兌現唔到嘅承諾，少講貶低旁人、抱怨命運嘅説話，養成口下留德習慣，調和相微，人中嘴部雜亂敗氣。再者，學會虛心聽取厚道貴人良言，放下自身執念，認死理，旁人微小扶持，時常記掛感恩。唔會覺得旁人幫助係理所應當，慢慢柔和相倚尖，削單薄氣運，跟住待人處事多一份包容退讓，
唔處處同旁人爭輸贏，合作相處時多顧及旁人感受，收斂自身鋒利脾氣，調和雙權突兀外露嘅敗相。隨後養成長遠規劃收支習慣，唔隨意衝動消費，每月強制劃分獨立儲蓄帳戶，遠離各種投機詐騙誘惑，穩固備上財富氣場。最後每日累積微小善舉，街市禮讓長者，搭車讓座，力所能及幫襯身邊弱勢，細微善行，日日累積，周身整體磁場慢慢轉為祥和潤澤。6處面相重點氣息同步提亮，全套收氣守則同步堅持，半年以上就能明顯察覺鏡中自身塊面少咗暗沉尖銳感，眼神柔和，膚色透亮，身邊小人減少，穩定財源同貴人陸續登門，先天寒酸格局逐步調轉為富貴平順命途，亦有唔少人塊面6處重點，寒酸敗氣積澱多年，長年漏財招小人，諸事阻滯。單純日常修心改善速度緩慢，搭配一套簡單居家正氣輔助步驟，加速驅散臉上累積嘅暗沉濁氣，加快逆轉命運嘅節奏。第一層，每日朝早用溫和清水潔面之後，曬15分鐘，柔和朝陽。陽光至陽之氣能夠沖散面部隔夜累積嘅負面濁氣，提亮6處重點膚色氣韻，減少常年發灰暗沉問題。第二層，每3日一次，全屋通陽正氣。正午12點陽氣最盛時，打開全屋所有窗戶，重點整理自身睡房、梳妝台、鏡子位置，避免鏡面直對床鋪加重陰濁敗氣。屋宅氣場通透平和，面上氣息先會跟住轉潤。第三層，刻意縮窄負面交際圈，減少同滿口是非、貪利煽動、滿腹怨氣之人長時間往來，少聽負面讒言，消耗自身福氣，多同心底厚道、心性平和老友飲茶行山，吸收正向祥和磁場，中和面部尖銳敗氣。第四層，每月揀一日放下手頭瑣事，郊遊散心，遠離金錢人際煩憂糾結，釋放累積心底多年嘅怨氣執念。天庭雙眉雜亂，紋路同暗沉會明顯減淡。第5層，夜晚10點前準備休息，唔熬夜捱夜刷手機思慮銀錢人事，熬夜會大幅加重面部灰氣敗相。夜晚係人體修復氣息黃金時段，充足休息先能夠逐步養出圓潤透亮富貴氣息。全套正氣輔助步驟搭配日常修心守則，同步堅持3個月，就能感受到原本長年低迷嘅財運人緣慢慢回暖，鏡中面上氣息逐年向好，先天暗藏嘅寒酸格局逐步化解，迎來聚財納貴嘅富貴運途。